讲到英国呢，这职业训练是老师伫现场教学生实际操作。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职业训练课程，即摆有增加科技教学，运用 AR 无机设备来训练学员。另外，要规划智慧机械 IC 设计、太阳光电等产业的训练课程，要互无经验、想要入到新产业的少年人有学习解读机会，也希望解决新产业欠人才问题。 学生挂 VR 目镜边仔的老师看荧幕做出指导，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家人训练场拍电锯训练课程中使用的 AR 模拟设备。训练师讲，传统拍电锯的训练爱伫真热的空间，实际操作火势搁会四界喷，结合 AR 主要是会当降低实际训练的成本。伫教学上嘛，比以早一阵人为咧看清楚真济。那假如我们转换成这种 VR 或是 AR 的虚拟的模拟机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减少一些成本。 还有减少一些耗材，然后还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模拟的方式可以呈现一个在荧幕上面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晰，然后可以跟同学去做讨论的。除了教学上引入科技应用，劳法署对去年开始嘛实施连接重点产业用人需求甲青年就业实施计划，开始这几年重点发展产业，亲像智慧机械、IC 设计、太阳光电等产业相关的人才培训课程。劳法署就业服务组讲，因透过甲产业实际的接触。 发现目前一寡新兴产业是较欠人，因一方面掌握企业的需求，一方面嘛媒合学员进入新兴产业来就业，望化解目前新兴产业人才无够的问题。我们这个重点产业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就是未来的一个产业的趋势啊，所以在设定上它本身就具备未来的一个在科技方面的或是比较先进的一些就是一些产业部分。那我们从就是推动到现在，我们大概去看所收集到一些职缺。 目前大概是智慧机械的之类，目前的职缺看起来是比较多了。台湾这几年产业快速转型，劳法署讲新兴产业需要更较多人才，因开这课程上主要是帮助想要投入新兴产业的少年人免惊无学习经验，嘛望产业的发展会当更加顺利。记者柯选郑俊佑家人报道。